其实我这里还有别的合作方式，保你发财致富，世代昌盛。废物，看着我干嘛？忍不到。这下面悬崖这么高，怎么办啊，相公？我在做滑翔伞啊，滑翔伞是什么呀？一种逃生工具。不然你以为我真想做压寨夫人？我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还算你有良心。快来帮忙！要想富，先修路，多生孩子，多种树。站住！这什么意思啊？站住！我们是不是被忽悠了呀？给我追！哇，真的好壮观呐！这个古蜀道，娘子，你快看，娘子，快看，娘子！不，我怕高。你是女侠，你还怕高？真的好美的，哇，对吧？真的好美啊，这个景色。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在天上飞。爸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他说的没错。明天我们山上去种荔枝树，山下开路。啊！总算到长安了，相公，荔枝能安全送到吗？当然能。大人，荔枝马上送到。好，干得不错，你先去休息。诺。娘子，等荔枝一送到，我带你去血拼去。血拼是什么？就是你想买什么，我都给你买。他怎么了？